图算法也是 ACP 大赛的难点，你可以用最大流的增广路算法或者拓扑排序的方法来解这道题。小希，路径，化妆舞会一直是京大的传统，我特地为你准备了这个，我猜你会喜欢。哦，这个我们忙着训练呢。舞会，我们应该没时间参加了。小希，你刚入学，是个新生，多多参加校内活动的话，对你也是好事。如果你觉得参加活动会影响你比赛，那我到时候多花时间辅导你。林夕是我的组员，作为校队的元老，又是林夕从小长大的哥哥，我要辅导他的话，不需要经得你的同意吧？蒋正涵，蒋正涵，你给我下来！你别逼我上去找你啊！我就数10个数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小希，你不用管。这欠的桃花债啊！赶紧下去吧，外面围观的人那么多呢。蒋正涵，你为什么不回我微信？我有事和你说。欠人家什么，赶紧去还了吧。我什么都没欠。小希，你相信我，我现在就下去跟他说清楚。等我。裙子挺好看。这么快就跟你的青梅竹马叙旧完了？对啊。叙旧的主要内容是告诉他我有女朋友，让天下所有的青梅都跟我保持距离。你呢？这你知道的，秦月哥他跟我家走的比较近，我不能说的太清楚，我怕我们。我懂。反正跟我在一起，总有让你为难的地方。化妆舞会你去吗？我不去。